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3年3月18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23篇，撒母耳上卷15章32节到34节。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9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捌讲过，迄个想要保存家己性命，反倒当爱丧失家己的性命；迄个为着我失去性命的，颠倒要得到性命。这是伫马太福音10章第39节。这是因为人总是袂记得什么人是上帝，亲像扫罗王同款。想要用家己的力量、家己的方法来解决所面对的问题，但是真明显，这毋是上帝的旨意，更较毋是上帝所要爱人去执行的事。现代人非常讲究人权，对伫上帝却是拢无放伫眼内。亲像昨昏提到咱讲到这个扫罗王同款，虽然伫伊的喙中咧讲爱请原谅我，但是事实上伊却是讲，因为我惊人民，所以安尼就得罪上帝，变成最应该的嘛。受呼召的人顺服上帝的旨意，服从迄个体制。基本上，这是上基本的啊。但是真侪时阵，咱看到侪的人，就亲像扫罗王同款，总是毋知影先爱检讨家己，时常拢是先检讨别人，先检讨制度，将责任撒互别人。责怪上帝无够公平。伫今日的经文，撒母耳上卷15章32节到34节，撒母耳就是伫帮忙扫罗王来处理善后啦因为扫罗伊并无照着上帝所吩咐的去做。道成肉身是甚么？道成肉身伫信仰的意义顶悬，其实是真简单的，就是讲迄个以马内利的上帝甲咱同在。因为上帝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的上帝。咱要来思考早伫地的意思。过去咧讲上帝亲自临在，后来也透过亲像摩西同款的仆人，成做一个代言人。咱知有先知、有祭司，也有士师等等，来上帝来以色列人讲话，就是透过因。当伫地，伫福音书的时代，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互伊来成做以马内利的上帝。耶稣是代表上帝的拯救，就那亲像耶稣基督家己所讲的。上帝是活人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是以撒的上帝，是雅各的上帝。约翰福音14章讲到耶稣基督离开世间了后，将要求上帝圣事、保惠师、圣神
这是咧讲到将来永远伫地。透过上帝所赏赐的保惠师圣神，来代表耶稣基督甲人同在，不但是现在伫地，将来永远伫地。这是上帝的应允。所以道成肉身就是讲，上帝的旨意行伫地面上，好若行伫天顶。受呼召基督徒必须爱遵守上帝的旨意，互咱家己因为遵守上帝的旨意，来互上帝的国度来降临。到底道是甚么？约翰福音安尼解释：宇宙受造进前，道已经存在。道已经甲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伫太初，道甲上帝同在。上帝借着伊来创造万物。伫整个的创造的中间，无有一项毋是借着伊做的。道就是生命的根源。迄个道生命就光赏赐互人类，光照伫黑暗，黑暗就毋捌赢过光。有一个人名叫做约翰，是上帝所差来的使者。伊来是为了迄个光做见证，要互大家听见伊的信息来相信。伊本身毋是迄个光，却是要为着迄个光来做见证。迄个光就是真光，来到伫世界照光全人类。照着约翰的讲法，道就是伫宇宙被造的以前早早就伫地啊。道就是上帝，是迄个起初。道就是上帝的创造的力，就是现在。道就是迄个光，要改变世界的光。上帝透过道成肉身，对人表达伊的心意，并且赏赐迄个道，互人得救。道成肉身就是上帝旨意，差遣耶稣基督降世，成做世界的光，迄个愿望。也因为伊的降临，将救赎赏赐予一切相信伊的人。所以道成肉身伫信仰上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就是代表着上帝亲自降临，甲人同在。这是应允，这是报酬，这是上帝赏赐予人的恩福。第二个，就是迄个道要成做基督徒生活的标准，互咱会通伫愿意去实践上帝的旨意、命令，互上帝的国度真真实实降临伫咱的生命中间，并且咱会通安尼来见证咱的上帝就是同在的上帝。诗篇23篇，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半项。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埔，带我伫清净的水边。伊互我新的气力，为着伊的名，带我行正直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嘛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棍、你的拐，互我安稳自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为着我排斥炎色，
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款待我做贵宾，听我的被告满出来。你的恩典慈爱一定一世人甲我作伴。我要永远住伫上帝你的厝。恳求主来帮助阮，互阮会通活出美好的见证，互阮有基督的形象，互阮伫迄个光明的下骹，互阮会通活出生命内底有上帝的道。祈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